新竹县长杨文科本地按算要伫湖口的新丰社生命纪念园区，也毋过引起当地人反对，而且佫组自救会已经出来抗议几若届。县长杨文科伫昨昏是正式对外宣布，这个计划要冻点，讲会重新检讨。也毋过自救会是认为讲，因认为县府爱甲土地使用权废止，安尼当地人才会当安心。新竹县长杨文科全力推动的新竹县立生命纪念园区，引起在地民众大大的反弹，分别成立湖口反县立生命园区自救会、甲新竹县反生命纪念园区自救会两大团体，几若届真情抗议，搁一说媒含警方爆发车杀，争议烧炭。杨文科离稿宣布要停止园区计划，另外做拍算。湖口乡长吴淑君叫县府莫搁舞啊！终止本计划的委托，同时我们从长计议。我想，民众所提的这个就近至上这些观念，让大家相亲不要跑得太远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法。我们后续会继续民政处继续来收集相关的资料。我觉得关键就是湖口乡公所撤回那4笔土地，所以让县长不得不终止。但是也感谢县长听到地方上反弹的声音。民政处讲，原来公立垃圾设施品质歹，量无够，环保总局甲垃圾设施爱增加。湖口反县立生命园区自救会肯定杨文科的决定，嘛提醒县府爱考量地方的量能甲需求。针对园区是国有财产署的用地，新竹县反生命园区自救会讲，只有废除兵种用途，才会当让民众安心。因为当初县政府是跟他申请，就是说要殡葬开发嘛，名目是殡葬，所以那个土地的拨用，它的没有被废止掉的话，我们还是有疑虑在啊。本来客家人有一个习俗，就是我们几乎都有竹塔，灵骨塔的部分本来它的使用率就非常非常低，每个乡镇或1、2个乡镇它怎么因地制宜去符合它这个乡镇？自救会讲，希望县府徛伫就近地爽的原则制定政策。民政处过来会清点13乡镇市公所殡葬设施的现况，同时检视县内短期、中期、长期殡葬设施的供应能量甲需求的差异，制定符合民众期待的殡葬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